新闻要来关心财经的消息。中央银行昨暗召开今年最后一摆理监事会，都像外界预料的维持利率不变以外，国务提出的第八波的打房的措施，这优金量以一个比论解说，讲像若要洗身，都要慢慢啊洗。若无食真危险，迄若跋倒就会爬袂起来。意思就是讲，这个力头若伤强，可能会有反效果。啊，若是进行第一波的管制，被当作讲是有史以来上强的这个打房，甚至有人以金融海啸这个词来形容。尤金良嘛承认讲，这个伊的心情真复杂，政策影响到这寡房地产的业者，伊嘛感觉真歹势。我们维持利率不变，和市场预期相同，中央银行利率连续3摆维持同款，房市管制措施也暂时冻点。大象要转身的时候啊，要让它慢慢的转不要速度太快，不要太 harsh 那这样的话呢，它会很危险的。它一跌倒了，它爬不起来。央金良意思是，若亲像中国安尼强力打房，等到会影响到经济动能，就会真麻烦。认为目前无需要第八波打房的措施，是讲真正和市场形容做历史上上强的打房，第7波信用管制引发的金融海啸。怎么来表达我的心境就是说五味杂陈。这个下去因为我们也都会想到房仲业会受到影响，对不对？你的建筑业也会受到影响，那这个呢是他的那个从业人员也是蛮多的，那我也总觉得有一点。Sorry。杨金良讲，家己毋是英雄，虽然会当压制房价、中关价预期心理，确实嘛会当达到目标，政策会当有成效。也毋过市场嘛烦恼，可能更有严重的问题。在景气不佳的时候呢，像是现况呢，确实要去担心有一些建案会不会迈向烂尾的窘况，会去影响到一些小型建商或者个案建商他会不会呢因为没有太好的资产实力而在资金上面周转不灵。专家补充讲，要渡过房市寒冬，关键的时间点，要看明年几月还款条，敢会当解决厝贷免税费的危机。虽然即摆已经报告继续打房，也毋过后续的效应也未正式结束。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